你不靠爹不靠娘，将来你结婚了不靠丈夫，靠你自己。这个时候已经晓得爸爸有病，回去我爸爸真的病是高化，奄奄一息了。哎，他说你回来了，那爸爸走了。他拿了这个在背后只骂我，这是用啥嘛？那我这个对名比肩，比出来个对名戏。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是上海已经整个局势比较动荡。那时候呢，粤剧也陷入了危机。花开花落，沧海桑田，流光似水，风物暗幻。70年的岁月在身边匆匆流过，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总有一种声音，一个笑容，留在心头，毕生难忘。喜欢戏曲的观众都会熟悉这个名字袁雪芬。她在上世纪40年代就率先开始了粤剧改革，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粤剧院院长，为粤剧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粤剧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剧种发展成飞升海内外的大剧种，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说的，粤剧在40年代出现了青年革新家袁雪芬。今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就是对他一生贡献的充分肯定。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期的一代风华粤剧老艺术家系列专访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欢迎您袁老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啊，就是在袁雪芬老师身上，他们看到了这个演艺圈啊难得一见的清高清雅之风。袁老师呢，您一直主张这个清清白白做人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跟您的父亲啊有很大的关系呢？啊，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啊，他是一个农村的教师，人也很清高的。所以从小呢，我总感觉我的父亲啊，是我非常尊敬的。他是非常讲究人格的，人格魅力啊。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6、7岁，他就讲你要实力。我想我立得很好嘛。他说这个实力啊，就是说啊，你不靠爹不靠娘，将来你结婚了不靠丈夫，靠你自己。靠你自己，你要有文化，你要有实力的本事。这就叫自立。自立。当时我妈妈感觉到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子抬不起头来的，那样的思想的影响下面呢，我有个小同伴，跟我一样的，我也背了个妹妹，她也背了个妹妹，她也感觉到她家里演她是女孩子没有男孩子，说来了个戏班演出，她告诉我听，她说这个唱主角的，就是赚30块钱一个月呢。我当时听了以后，这是天文数了。我爸爸教书啊，1年30来个学生，一个学生1块钱，要教1年，只有30来块。他说1个月30来块了。如果我也能够赚30来块，妈妈不会验证我了吗？我跟那个同伴商量，我们学戏曲好吗？当时就这样的想法，就是那学戏不是可以自立吗？我的同伴倒是跟这个戏班走了，我没有能够走掉了，哎呀，我觉得很大的遗憾。可巧了，来了一个戏班的班长，叫我爸爸起个班名，我觉得机会来了，我就跟这个班长讲了，我说我要去学戏好吗？他说你要学戏啊？梅松先生同意吗？要我跟爸爸讲，我跟爸爸就讲，爸爸大光几口，不让去。他说你时间到了。我说什么叫到了？我不知道到了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学好，我最看不起的就讲我的气质，马身体的标致，有当兵的凄凉的良知，这些人我是看不起的。他这么反对您？他反对，他说我从来不看戏，他说你要去学戏，你不是我生的。你要去学戏的话，人家问你谁生的，你是字跟狗生的。他讲得很绝。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那样讲，我肯定不去了。我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了。
您还挺倔的哈。那为什么呢？我看到我妈妈背着我爸爸，把一妹妹送到育婴堂，接下来又把40几天的妹妹送给本村做接纳戏，所以对我刺激很大。我想，我能学习，我能唱戏了，我也能挣30块钱一个月的话，肯定妹妹不会去做接纳戏，送育婴堂了。去了那个科班的班长，他说：“耶，梅松先生的女儿来了，你爸爸同意了？”我没同意。你爸爸不同意，我们不能睡啊。那我什么爸爸将来会同意的？我出来了，我就不回去了。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能等着吧，爸爸一定会同意的。”就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您从小就是很独立的。11岁的孩子，终究缺乏识字之明了。对，那11岁就进了这个4季春班了。一待了几年？8年。待了8年。这个8年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14岁的时候。科班里11岁学习嘛，14岁学门师了嘛。我们回去到一个镇上，等浙江省的女婿。这个人呢，大概看中我了。当时啊，设下来圈套，送来钻戒了，送了一大批东西了。这个就是浙江省的这个省长的女婿，他跑出来。他说送你东西你也不要。他说你做戏好苦啊。你跟了我怎么。我觉得。他想叫你做小老婆是吧？是啊。我当时我想不像样子嘛，怎么可以那样呢？到后来我教了，最为人家的楼上的窗门地主，人家窗门打开来看了，在天津的一个又高又大的，我是个小孩。他们看到这个地主就进去了，我就冲出那个地方，我一直奔到外婆家里。通过这件事，第2天整个镇上都晓得了，这个小姑娘地主这么看重她。他反抗，说您从小就嫉恶如仇。因为我讲的，我爸爸讲过的。我们人穷志不穷。对，那后来您到了上海以后，长期吃素，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碰的人很多了，对，都有目的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啊，那不行。跟我一起来的马壮华，他觉得这个地方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要打扮要交际，衣衫不认人。那我偏偏不要势利，我吃素了。我织布了，1年4季穿布了，我不讲话了，我除了台上演出，我感觉到当时感觉这个行业我走错了，我不应该来学习的。当时戏班子这个后台好像茶馆店一样，什么人可以进来，什么人都可以欺负，演戏。小报记者拿了一篇文章，我明天碰你，你现在先拿钱来，否则的话明天就骂你。就那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搞艺术，没有搞，谈不上什么艺术了，就是乱七八糟那样的。所以我厌恶这个环境，恨这个环境啊。但是我不得不为家里喊得要神说无踪的那样在那里生活。这个时候已经晓得爸爸有病，回去以后爸爸真的病势高发，奄奄一息了。他说你回来了，那爸爸走了，我怕见不到你了。他说你现在20岁了，一切要你自己做主了。爸爸以后没有办法，因为过去都是爸爸对我精神上的支持。过了3个月，爸爸死了，那我是万念俱灰。回到上海以后呢，我觉得我爸爸去世了，我最大负担是我爸爸。那我要做应该我做的事情。
叫你心中双双来照应，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拜，临别轻看许九妹，念着你花轿早来抬，谁知道我与两兄难成对，我弟弟晕了马家妹，我与两兄难成婚，我弟弟受了马家聘，我与两兄难成缘，我弟弟因过马家人，谁知道天长地久夫妻爱，想不到方大鸳鸯两分开。1942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那一年年仅20岁的袁雪芬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开始踏上了粤剧改革之路。今天呢，为了回顾这段往事，我们还特意请来了2位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袁老师身边的这位就是参加了40年代的粤剧改革的萧章先生。那么萧章先生呢，同时也是雪声剧团的舞台监督和编剧啊，欢迎您萧先生。坐在他身边的这位呢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高义龙先生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萧先生，您是几年加入雪声剧团的呢？我是1944年，也就是雪声剧团，正式挂名的这个时候。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袁老师这个带领的这个剧团啊，当时和其他的戏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是的确是很不一样，他是把这个剧本啊，就是有所改变了，又打破了路头戏，要有剧本，那么这个就是每个人就是要创造自己的东西，要互相配合了，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把这个行当之间之后啊，这个行当之间也打破了，头儿间也打破了，这是在这44年的时候呢，这个把旧的这个戏班的机制啊，完全打破了。比如说，我编的一个《长河奔月》，我就这个兔子呢，是还是给陆金花演的。哦，您让陆锦花演个兔子。陆金花她是演小生的了，而且小生了。她拿了这个，在背后是骂我，这是用啥话？那我这个短命比出来个短命戏。这我觉得，当然他是这样骂了。后来最后呢，在袁雪芬同志在这样支持之下，他演了排了。而且我们跟他，你要把这兔性演出来，像演了兔子一样的兔子。结果呢，他演得很好，自己也觉得很满意。这就是呢，打破了这个原来的框，旧的习惯了。这个打破了。高老师其实对我们这个粤剧，和这个袁雪芬老师其实研究也很深啊。您也来说一说好不好？为什么现在袁老师在粤剧界能够有这样德高望重的地位啊？讲到这个40年代的改革，我觉得不要忘了当时的一个具体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是上海已经变成沦陷区了，整个局势比较动荡。那时候呢，粤剧也陷入了危机。前几年搞的那个粤剧改良红火了几年之后，已经慢慢的衰落下来。剧种呢，还是没有地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剧种，就一般知识分子有点身份的人看不起。演员呢，也没有地位，是戏子。在这种情况下，粤剧怎么办？袁雪芬同志呢，他当时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改呢？就是向进步的话剧学习。这个改革呢，就是粤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在声腔方面，就创造了扯调腔、悬下腔，更重要的呢，就是形成了
编导演绎美相结合的综合性的艺术体制。这个豫剧改革开始，我明明晓得这是行不通的。几个行不通的呢？过去有一大批就是在单立系统中特务下面的一些造谣，都寄生在豫剧圈里面的，敲诈勒索的，给人家跑过分、小枪手都领教过的。因为这些东西啊，我都领教过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就是说，我要改，我要改，就是后来啊，与演出无关的人，包括剧场的老板、剧团的老板，不能随便进来。这是创作的地方，不要影响我们演出。这个演出当中也是怎么排戏，怎么演戏，后台应该怎么样，上台应该怎么样。我说不是那样的话是没有限度的。对。那么有好多人开始不习惯的纷纷走掉了，有的跟我说我了。第一次演出一个戏，这个戏开始有布景。还是有一点点灯光，那个时候他们的灯光啊，都是大白光，前面有4个大灯，和我下面有一排焦灯。那怎么办呢？这个油彩化妆啊，如果用油彩化妆的话，这个白光打上去不好看的，难受的很。想把这个大白灯上加点彩色纸，加上彩色纸呢，还勉强可以。但是这个粤剧界的这些人呢，都说嗨，这不得了，这欺师灭祖啊！就说这个袁学文同志是欺师灭祖。你看这个化妆像鬼一样的，这怎么到处都是整个一片骂声？这一点，袁学文同志很厉害，他就坚持着，我就改，你骂你骂的，我改我的。那我们也就有胆了，就干吧。那个时候这里贴胡子还没现在这样子方便的，站上去就行了。贴的胡子，这胡子贴上去的时候啊，要剪胡子了。我把一个演员的胡子这个嘴唇剪掉了。他哎呦妈了，我这出血了。一看剪掉一点了就。你没办法剪掉了，不过上去效果很好啊。这老头子就是老头子的样子，不像那个挂着一个白胡子这么长的一个，不像真的啊。结果这一次第一次演出呢，效果不错，观众能够接受。月光似水，从马空匆，一转眼已是20年了。是啊。相公今夜陪得三酒，与相公同饮，不外是送我大公苦生儿，这知其意，还有其儿么？说出来相公要笑我的，不笑，我不笑就是了。那是庆贺我自己的呀。夫人还有什么喜事吗？真是下官粗心大意了哦。相公啊，曾记得当年进口初相逢，但见你国家暌违担了用，相公为国去从军，现在身归少时候，这20年来沙场虚，海里下这hor马追攻，相公你公军手不灯笼，前进我讨风云西服用。群众上思情，忧心忡忡，为家何事才家，群众争取得放松，西晋在青年间用杀人痛。
神庙耍指挥令，大将威风，不须自夸相公。为此配得举两中，第五年相公苗族金元兄，这儿总是身为言，谁英雄？20年夫妻今日夸，陪人听见你脸不红。谢夫人。演那个蒋灵烧的时候，我不晓得鲁迅多么伟大，我根本不知道。演了这个戏，演下来以后，哎呀，全上海的所有报纸都有消息。一如既往，非常关心。一如既往的非常关心。这个8个字呢，我觉用在他身上是很恰当的。尽管我不是集团老板或者集团老板，因为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姊妹，哪怕哪个不过，谁有困难，我心里都是清楚的。其实大家都在说，如果没有这个1942年开始的粤剧改革，那就不会有1946年的《祥林嫂》。这个也可以说是新粤剧的一个里程碑了。对。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祥林嫂是第一次把这个鲁迅的小说搬上了这个粤剧的舞台？是的。这出戏对您来说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告诉你，我演蒋灵嫂，我也不晓得鲁迅伟大。因为什么呢？当时改革的时候呢，因为尤其改革了以后，各种题材都要上市。那个海报当中啊，托勒斯他的服务，我们海报也贴出去了。胆子很大的。中国的、外国的，罗密欧朱丽也把它也要改编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很有意思的。我演蒋灵嫂的时候啊，那个呢，会讲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我读篇小说给你听，我在改章。他说很短，不到1万字。我在改章白天下来，晚上要演出的。听下来以后，他说怎么样？我说可以改戏。你当时就决定要改戏。他说这个戏改出来有人要看吗？他说没有布景，没有服装了，没有恋爱故事的。对，粤剧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嘛。我说我们从改革以来，40年改革以来，哪个戏不是满足的？对，这个满足不是所有的票子买完，而是最道上3个最道上全部筹满才叫满足啊。我说为什么观众对我们那样信任？如果他们喜欢吃肉吃鱼，那蒋灵嫂算个青菜吧。我说，让他吃点素不好吗？我说，文化样嘛。我们去见许光平了鲁迅夫人得到了很多文人的支持那跟他讲了，因为那时候不会讲话。那我呢，哪位跟他讲了那样，他觉得非常奇怪。他说在延安啊，有鲁艺，那是不奇怪的。他在上海提起鲁迅啊，他们是头痛的，像国民党都头痛的。你要演出这个戏啊，不要勒令停演了。我说这怕什么？所以去演那个蒋灵嫂的时候，我不晓得鲁迅多么伟大，我根本不知道。演了这个戏，演下来以后，哎呀，全上海的所有报纸都有消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当时引起了大众的这个广泛的关注。也引起国民党的反响了。对，您还记得当街被这个抛粪了？我记得。那天早晨，我从自己弄堂出来，乘了我朋友那个通电运的黄包车，跑出弄堂是一个粪包对过来，就从头到脚淋下来。浑身，我穿了把我所有衣服，这件衣服我现在还在呢，还在保存着。浑身的上下都是臭不可闻。那我奔回去了以后，我几个朋友像陈勇啊，是编剧，是我也是朋友，汤迪英。他们叫我阿土生的，因为当班的吐来吐去的嘛。阿土生，你千万不要生气。你当时哭了没有？我没有哭，我怎么会哭？这样您能？我非常气愤啊！因为追不上了，因为路上的这个路警啊，交通警察都不在嘛。不在。那个是成都还有警察，让他逃掉嘛，对不对？这些脏的东西会洗干净的，把那个衣服到那个警察局整个案，还是演出。那天正好你演。对，
我12点钟以前我就跟到集上来了，那个还是照样演出，演出了以后这些家伙能够放给我，你还演出，喊你3天，3天不离开上海，请你学水枪了。我特别想问问袁老师，您当时真的不害怕？您才20几岁的一个姑娘啊！我不害怕，一点不害怕，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嘛。因为这些人是没有可以威胁得了我的嘛。我死都不怕那样我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您。我感觉到我问心无愧，我非常坦然的。如果我那样死了，大家都知道，总是给你们弄死的嘛，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死都不怕了，所以无所畏惧。对，虽然我们现场现在没有观众，但是我相信听到您这一番话，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拍手为您叫好。袁老师，您真的是很伟大的。千回万回，悔只悔当初一场未长征，到如今第二个丈夫又丧命，更是一件大财命。多少我不急不讲把命啊，不管百姓的少罪行，我抬头不管看别人啊，只有低头还是生。那老爷太太我更怕见，把我当作眼中钉，既是不许我转身，那杀鸡在我无我问啊。刚才绿马一番话，原来我才你有在本身，我生死不见天堂路，因事大于地狱门。那月里把草全是问，那3天年路阴森森，哎呀，这是什么呀？
一个演员要从黑暗的旧社会的泥潭当中解脱出来、挣扎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是多么的艰难。那我想这一切袁雪芬老师不会忘记，她的合作伙伴、她的好姐妹同样也不会忘记。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来了著名越剧演员金艳芳老师，欢迎您，金老师。金老师今天是一条这个大红的围巾哈。老院长。好，请坐，请坐，金老师。好。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袁雪芬老师在剧团里怎么跟大家同甘共苦的？讲起我们袁雪芬老院长是吧？这个对那个同志们，就是我们同仁呢，他这个关心是吧？我想讲是，应该讲是一如既往，非常关心。一如既往的非常关心。这个8个字呢，我觉用在他身上是很恰当的。19年吧，在九星大戏院演出，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社会上呢是很乱，有钱就买不到米。买不到米，这些有钱的人家啦，这个就是做生意的这种人啦，就是腾就俱全，他们都把他米都扛起来腾起来。袁雪芬同志呢，就是日式下台，就跟我们开个会了，就跟我讲，他讲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后来他讲我啦买了8担米，放在台底下，你们大家啦都是家里有老有小的，都拿去吃。那个时候呢，就大家可以拿回去养家活口了。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讲，万一是把这个当局，就是那个政府啦，搜出来了，那搜出来很危险啊，要杀头的呀。当时还要杀头，而他是为了我们大家要吃饭。当时买不到米的时候呢，给你们大家分一点回去就可以开销，只是养家活口了。作为一个演员，因为大家跟我一道在演出的生活情况我都了解的，所以这些我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时有乐队男同志嘛，还有那个装补景的什么旗帜组也是男同志嘛。当时就有人就站出来讲的，所以袁小姐，可是讲我们那个时候叫她袁小姐是吧？袁小姐侬放心，万一是我走出来了，要杀头要枪毙，阿拉去。这我们在旁边是很感动。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也是终身难忘的，是吧？我也一直没啥机会表达，是吧？今天我也讲一讲，就是我的女儿今年是42岁，那个时候她5个月，5个月就是42年前我在演出也是强铃嫂，我在演强铃嫂，她知道了，她说我的女儿生了脑炎，得了一脑炎在医院里抢救。那个时候呢，我很清楚的就是看到隔离房啦，有3个孩子，3间都隔离开来的，是玻璃门。我要去看我的孩子呢，我就玻璃外面脏呢也没办法的，眼泪是咔咔的了，我就到剧场去演出了。他就来问我了，就是女儿在哪个医院？当时没讲。后来呢，我知道了，他是打电话打到儿童医院那个院长办公室里去了，说一个演员呢生个孩子呢是不容易，是吧？既然他有了病了嘛，希望你们能够尽量的抢救，尽量抢救。这个他的话呢是不能讲一句的，讲了一句人家要当一回事情的，是吧？我的女儿是救活了，今年是42岁，很感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袁雪芬老师在舞台上像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一样，在舞台下面还是很有人情味，充满了温情的。这些话是不是？我是从来没有什么就是公开场合都讲过。尽管我不是集团老板，我在剧场老板，因为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姊妹，哪怕哪个木工，谁有困难，我心里都是清楚的。患难之中见真情嘛。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越剧老姐妹的这个感情能够愈久弥新。冰儿，娘，你说什么娘？冰儿回来了，冰儿，娘，这是风呀，娘，是风呀，风，娘，是真儿，娘。啊！
那有呀，上水水了了，上去来了。曾记得当年荆口初相逢，我录音录字条里面的。离不开老师对我们的鼓励，但我们每走一步比较新的路啊，只要他不鼓励的话，我们就没劲了的。我拿了个枕头，拿了个闹钟，跑到袁老师的房间里去了。啊，他说要跟我一起去做什么？我说我怕个。妈妈呀，一声春叫跑了，我要死啊！我16年级为什么要死？你是大反革命，我小反革命，为啥没意思呀？你不靠爹不靠娘，将来你结婚了不靠丈夫，靠你自己。这个时候已经晓得爸爸有病，回去以后爸爸真的病是高发，奄奄一息了。哎，他说你回来了，那爸爸要走了。演那个蒋灵烧的时候，我不晓得鲁迅多么伟大，我根本不知道。演了这个戏，演下来以后，哎呀，全上海的所有报纸都有消息，一如既往，非常关心。一如既往的非常关心。这个8个字呢，我觉得用在他身上是很恰当的。尽管我不是集团老板或者集团老板，因为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姊妹，哪怕不过，谁有困难，我心里都是清楚的。1946年您演了这个《祥林嫂》，那第2年的上海越剧界又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那就是这个10姐妹的这个《山河恋》的义演。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发起这个义演的呢？我感觉到越剧改革1940年，虽然我所提出的，但我觉得是孤军作战中国不行的。上海有好几个越剧团，我看了以后，大家都是为老板在演戏，嗓子都哑了。那样演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把大家演麻了。我觉得我们文件能力练起来，通过我们演出，我们自家可以扫个剧场。我们这个剧场扫好了以后呢，有一个培训的，培养下一代的。我们这些演员呢，能力可以演出，有一个班底，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提高。否则的话没提高的机会了。每个人适合了以后，说去夏的时间，夏天的时间，在望京大戏剧大众剧场嘛，那个演出，专门叫编辑写一个可以用的那么多人了，10来个人的那样的。所谓10姐妹呢，客观上讲的，我们自己没有讲，7、8姐妹没有的。这个分配下来，我没有角色的。你没有角色一开始。没角色。那个后来袁小姐没戏，那我说其他事情我很多嘛，我戏跑龙套也可以，然后就加了个小丫头，就送信的。对，送信的。这个丫头当中的丫头，然后演了3场来临停演。接到了这个停演令了。来临停演，还有大众剧场门口站开了，下午3点钟要演出的。那怎么办？我是心急火燎的，为了跟吴开心面对面谈，你讲出什么理由？当面对质。我们为啥不能演？对我交着好已经12点半了，3点钟要演出的呀。那场我推出去的我演小丫的，我真流眼泪。那么困难做件事情下来以后，那影响了我们以后的大家的心绪了。现在再看到现在的这张这个姐妹们的合影啊，您是不是也挺有感触的哈？是啊，我们是女性的，我们这些人都受过磨难，终生活下来了，是吧？所以我们既然碰在一起啊，就是说，当时3、5年的生活是没完成的，但所谓影响是有的。但我们总希望
我们寄希望年轻一代当中，不光是为了自己演出，要带来这个事业的责任感，带来这个所谓的贡献。我觉得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因为他也起了很重要的这种对您的精神的支撑作用，那应该就是周总理了，对不对？那当然。大家也知道，您跟周总理还有邓颖超大姐也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个几十年你们一直通信的。哎，是的。邓大姐来接宋庆龄的时候，她来看望我，她是最负自己、最恩爱，慰问你受了很大的委屈，要向你慰问了什么。接下来就是要叫我去开政治协商会议，我那时不肯去，我说我不问政治的。后来玉林先生，你不问政治，你是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你是反对压迫，要求民主，这不是政治什么呢？我这怎么叫政治呢？我开会嘛就政治了，对吧？后来玉林先生说我，他说你演了好多戏上京赶考啊，你北京去过没有？我说没有。那你这些到北京考个状元回来嘛？就帮我作为孩子那样，就那样去的。到北京以后，第二天早晨送了一杯牛奶2个鸡蛋。我同光街的还有一个李兰丁还没有呢。他这不是，他没有的，他这是最负责特为关照你的，你升个妃嫔耶？我想最负自己是共产党的领导，哪能晓得我升妃嫔呢？所以那样一个一个接起来以后。这个会40几天开下来以后，让我参观了好多各路英雄的报告了，激动了我产生要参加共产党。从那一次，您和这个周副主席还有这个邓大姐也是开始了你们的珍贵的友谊啊。这是只要最负自己讲的，年轻人，你给我写信。就后来就通信了。你经常给我写信。因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汇报。我说我字写的不好，我说我托人家写，他说不要别人讲，要你自己写的。等他去给我写了，都代表中央写了40来封信，是分成4人帮以后，邓颖超大姐副委员长访问日本，我是他团里的代表团成员。吴立交市委书记也是成员。有一次晚会上问我袁淑芬，你怎么入党的？我说我不知道。谁发展你入党的？我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总理发展你入党的啊？我说总理怎么不发展我入党的？他说我是华东局的组织部长。他总理发展你的？你还不知道呢？根本不知道。几十年以后，我才晓得这件事情。这段珍贵的记忆是永远会那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所以我是不能辜负他们的。我就来了，见过父亲，去了。我讨你是个君子人，这样的戏弄人家不该言。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行？算不清谁叫你我的生活你不忘情？吾就已经得了病，生死花花看难言，病死要尽从日本，故而你与我自过对我忽然与你算不清，是来是我错怪了你，是来是我当得了你，不妨事。小姐，问小姐到此与我过。
心。你把书信来交与我，我替你去读与那吴柔听。哦，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送与谁心人？我不是书信，是口信，呀，我记在心。这封口信你要当心，不可失于那旁人听。趁我的口认你的心，你答应了去送要收心。希望的音乐乐返回，请色吧。曾记得当年今口初相逢，我录音录了60调里面的。离不开老师对我们的鼓励，但我们每走一步比较新的路啊，要他不鼓励的话，我们就没劲了的。标志着越剧唱腔音乐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越剧院的著名唱腔设计陈军先生，欢迎陈军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扯调腔对于越剧发展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好吗？越剧一共4个时期嘛，宁夏调时期、正调时期、施工调时期，现在这时期，彩调时期直到今天，所以它影响了，就很长的年份了，时间很长了，是吧？我认为这个唱腔呢，由于编导制的形成啊，是演员从这个人物感情出发，他就创造了这个彩调。那相反里面，我出场的时候我还唱的施工腔，所以我一看见那一个大倒退了以后，我出来不是了，笑一声高叫了以后，宝在师傅他拉耳王出声，他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他也马上不动千斤，也是手发掉了底发也是高一个音了，他在等。用手一弓等我下面一个起调，我那苦命的父啊，我起调是彩调腔的那。观众当时的反应怎么样？那当时非常肃静了，观众会觉得没听见过嘛，这种唱腔很新鲜的啊。所以临场发挥，当时我是大概10句14句啊，这10句，每一个落腔都不一样。但下来我都忘记掉了，那是即兴发挥的。即兴发挥。袁老师创造了一个降鼻调啊，这个过程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降鼻调的曲调呢，它是这样子的，因为老师他从情绪出来啊，他特别是我们袁老师他特别讲究这个情绪，像这个胡杨成也是这胡杨成啊，胡杨成他这个唱腔实际上我分析的就是他首先把唱腔先弄出来，我是考虑的。因为他唱腔很僵嘛，他比 C 调的唱腔就6支调的唱腔更高一层，因为这个人很僵，他就是等于是就医的时候等于是，所以在这种唱腔的话以后，我们这乐队一起配合起来，比如作曲一起配合起来，降鼻调，好像降鼻调正好，所以他就是6支调。6支调是不是就是 C 调？就 C 调，定调是定 C 调，我们的标准调是定 C 调，6支调就是来拉弦，我们的主火拉来拉弦的，那边像那个夸父。他就是6支调。当时啊，我是喜欢每天练唱的，跟琴师啊练唱啦，做啥啦。那么这东西呢，我是练过唱的。结果我唱完了以后，我自家一分析呢，这段唱腔里面，好像有高八字，有洋剧。大杂烩这是一个。因为为啥我平常去看戏，我不能爸爸看的，有好的音乐它会习装在脑子里，要用的时候就放进去。你比方，曾记得当年今口初相逢，我录音录了60调里面的，整个这唱完了以后呢，人家听不出来还是我的。袁老师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创造这个难调呢？题材比较丰富了，单那样的调子啊无法表演了，对，单调。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要冲破，所以呢就是冲破了那个施工腔了。袁老师他是吸收了就南班的那个紫金香了，这个老师的这个唱腔了。他1、2、3、4、5、6、7，这个6是拖一拖长，它有一个特色。
那么后边过门呢，他用了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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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您跟我们能不能这个现场哼几句？门外阵阵当当当，西北风，风口沙门。他前面有一首歌嘛，老师们创造的，以后我们再继续下去，遗传下去这个。对，而且这现在都离不开老师对我们的鼓励。但我们每走一步比较新的路啊，假如他不鼓励的话，我们就没劲了的。所以说，袁雪峰老师对于这个越剧啊，不管是声腔艺术还是表演艺术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说袁老师。看起来平时对这个或者自己生活当中倒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但是在越剧很讲究的，对越剧上很讲究，永远是个弄潮儿。门外阵阵西北风，风去河门，分师兄。我修的那个玉书给你，这真真实实都是为亲弟弟血泪我们知道了袁老师为什么不肯收徒弟。您是希望学您流派的这些演员们不要一味的模仿你，而是博采众长，然后形成他们自己的风格。对。正是因为这样呢，才从这个原派当中衍生出来了后来的这个七派，还有金派啊、吕派，还有张派。那么今天呢，也嘉宾您看看他是谁，来掌声。雷英老师，我的著名越剧表演师，您好，您好，老师请坐。于老师还是那么漂亮，风采不减当年。吕派创始人，我们知道您也是原来是师承袁派，然后自成一派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怎么跟袁老师学戏的、学唱的？袁老师见到人，那是很晚了，大概基本上是解放以后。50年、51年嘛，50年的时候，袁老师到团里边来看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才正式认识的。一般的开会了什么呢？咱们小鬼也不，那个时候不胆子小，团长，胆子小不敢。我就喜欢好像看袁老师的戏，喜欢看他戏呢是2个原因。他一个是我认为他的唱特别好听，美，旋律优美。润腔圆润，但是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感觉到他唱的时候是感情很深沉，他在台上唱，比方说像那个《万里长城》啊，什么那个李师师啊，这些戏我看的时候，我台下在哭，我就一边在哭呢，我就一边想，我想做演员应该是做到这个样子。第一次看到那个吕老师什么样子？因为他演出的时候我去看过，我当时跟张桂凤讲，我说这货单很要。我们要的啊，将来春晓的时候了不得以后，那个说他来的时候看上去很可爱的，就是水灵灵的一个小姑娘，就是当时没那么胖了，当时苗条，当时很，所以看他的演出，我觉得很喜欢的。是的时候家里边是不同意的，不同意我参加华东啊，那么后来就是也经过自己一番斗争吧，那么也有譬如张桂凤大姐她的帮助。当时我的养母她说你要去你就不要回家了。张桂凤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你住在我那里去。
就这样。所以我参加华东比整个团要早1个半月。哦，袁老师对您的帮助应该对很大的。那么旁边演戏有的时候有点不大自然了，有点激进，因为从来没有跟袁老师一起演过嘛。那么袁老师讲了，你不要看我当做领导，你要看着我现在是要求你帮做一件事。那过去我还体会不到，那么我就放松一点。比方说演那个《西厢记》，袁老师演莺莺，我演红娘，他有的时候突然问我，谁呀？侬看我中朝头浪向我带了一朵啥个颜色的花啊？哎呦，我讲不出来哎。我说今天你换了花了吗？他就说我了，他说你台上要真看啊。当时的时候，我只是说，哎呦，老师蛮严格的，对不对？知道是在演出的中间在培养我们怎么样的表演，但实质上要我们真看、真想、真的来体现。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演技没有目的，看出今天是不是真的看到啊？这里环境很好，没有目的，哗演这扰乱，就是所以这点呢，我所以要指出，这小鬼啊，虽然非常活泼，但是目的性还不对。那么在60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全院呢，就是有一个拜师这么一个活动，那我就想拜袁老师，那么我就跑到办公室去了，我就跟袁老师讲，我说不拜师，大家都拜师，我要拜你为师啊，就表达了这个心意。表达。他说拜不拜师是一样的，在院里边，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演出，是吧？又是同事，又是同志，就是用不到拜师。那么我说不能拜师吗？我说专门老师可以关心来。他说不拜师，我同样也会关心。我们出国到苏联去，就那天晚上睡觉啊，打雷，那个雷没有打得那么响。我拿了个枕头，拿了个闹钟，跑到袁老师的房间里去了。他说要跟我一起睡，做什么？我说我好个，我吓死了。他要跟你一起睡。是。他说好，那你就睡在我的房间里吧。那你不要去了，你不要过去了。就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年纪轻嘛，年纪轻嘛，真是老师啊。吕老师在培养自己的学生上，也是学习了袁老师的这种。怎么说？我非常同意老院长那个观点，就是那个流派是应该是流派，不是说是拜了老师才学流派，大家都是喜欢袁老，所以因为他的演出，那个流派来讲，他不是光是一个唱作念，包括他的为人，这个都在里面。看起来好像袁老师您是个人上吃亏了哈，您的学生不吃亏，您怎么看？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一直主张。可以学众家之长，要创自己之心。对，我的所有人都那样讲。你给人家的套住了，因为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的。对，你为什么要套在人家身上呢？要学他的创作方法。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对不对？是。这老师呢，不仅是演戏好，而且为人也好。他对学生呢，一直是应该说像慈母一样的，但是又是严师。我呢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今年2月份，在上海，我那个上海东方电视台给我搞了一个上海东方戏曲之星。这个演出呢，因为是老师的那个代表作啊，有好多个，所以我呢这前期也一直到上海来学戏。这个当中呢，其实老师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是老师没有跟我说什么，他总是还是帮助我搞，就是那个讲戏啊、说戏啊，这是很累的了。老师的家里人就说，他夜里边就发病了，头就晕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学生的这个事啊，牵动老师多少次，然后让老师一直是，那么鼓励我，一直在帮助我。但是他身体不好，他还是瞒着不跟我说，还这样做，所以我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我在上海是外地来的，就节假日，过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在一起吃饭，他也会打电话过来，雅芬啊，你今天在哪里过生日啊？哪里吃饭啊？那我们中秋节啊，我说是过年啊，是不是能在一起啊？就我们经常是这种的，但是在艺术上面，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他对每件事情，他要做的事情都是那么认真。你就举个例说，他写书，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多少个字，他就是身体不好，他坐在外面，他不喜欢空调，坐在阳台上面，他每天坚持就要把它写完为止。
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说老师你身体不舒服你就不要写了。他说，哎，那不行的。他一个人没有对自己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他说做不好事情的。两兄喜恰比较无呀娇，我这望生小乖的来年去，谁知晓未到明我就团恰恰，我这望红烛高烧无良宵，谁知晓啊，白衣素服来吊孝。在艺术上，我们知道您精益求精、尽心尽力。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对待孩子，是不是也是特别严格的，要求他们特别严格呢？我的孩子，我把他们看成朋友。哦，把孩子看成朋友。因为我结婚很晚的。我是35岁结婚，36岁才有第一个孩子的。哦。那个最后3孩子生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18天我就被关起来了。有，那就跟因为反革命。关了7年嘛，批斗了500多次，打得死去活来。所以这3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4岁，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也成为小反革命了。这个7年当中就没见过面？没有。当出小隔离还没解决过问题。可以回去看我娘跟孩子。我那小孩子7岁了，又矮又小。
我妈妈叫他，这是你妈妈。他第一次看到他的妈妈，他妈妈呀，一声穿叫跑了，我要死啊！我小年纪为什么要死？你是大反革命，我小反革命，为啥没意思呀？老是我要死，我是17、8遍的，多少次要死我，但是不关心那样，就那样死了。对孩子来谈呢，我觉得一个还是要教育他们要有文化，要有道德啊，要有文化，不受这些不好的影响。所以3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呢，他们还是因为我靠业务的，我是不让他们接触我的业务的。我希望他们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有文化的劳动者。所以3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啊，都是大家都有一技之长，立足这个社会的。那我在您的那本自传上看到一张很珍贵的照片，是您的儿子海牙是吧？在给你挖耳朵，我就觉得特别的感人啊！儿子替妈妈这个挖耳朵。我那心呢也是有时候来，妈妈，我替你抠抠耳朵了，是吧？这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母子之间的感情特别的亲密啊？你们晓得，他们把我啊，不是作为妈妈来看待的啊，我们把他们作为朋友，他们觉得有时叫我大姐、元老、元老，元老，园长你好啊，怎么，那个非常调皮的，那个一顿饭吃好，那个我们在课堂里面坐这里打气的那样，这样闹半天，他们给我很大的愉快。对，我上床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我的大孩子一看，两边都有2个弟弟了，他连忙说加油的一个。这张床啊，这个重磅给他们搞得了，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现在我的孙子也是，我说啊，你爸爸啊。大爸爸啦，什么叔叔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是我的朋友。哦，是朋友啊！奶奶，你是我们的朋友啊！是那样。还有袁老师说到，其实，在您的自传或者自著里头，经常提到的是您的父亲，但是对您妈妈，您好像提的并不是太多。但是我妈妈是非常坚强的性格，她不会流泪。像我，你想想看，在文革当中。突然间来的把我当成反革命，把他定为地主，问个人啊，老太太那怎么吃得消？他已经70岁了嘛，70多岁了。我问妈妈，我说，妈妈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劳动得动，劳动不动，你要讲的，劳动怕啥了？我从小劳动惯的，我担心你，他们要你往水里河里，你不能不去啊，但是有一条路你不能去的，就是你不能自杀，因为你还有3根尾巴。就你还有3个儿子，妈妈就这样讲完了，就是像苏三起家一样的把我接去了，再也没见面了嘛。我妈妈真难为他，把他定为地主，监督劳动，还要照顾幼小的3个小孩，还要惦记生死难不的，因为他们怎么打我妈妈是看到过的。他们几十个人那样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那样他看到过的，所以我一回去啊，你回来了，他朝我一牙的，哎，你这个地方好啊，你这个地方我还能适应。我说你放心好，那好，只有脑子还在，别样东西我们都无所谓。这老太太很坚强啊，很坚强的。那个我妈妈这些年来真把你累苦了，怎么累苦了？还好呢，我们还有3毛钱买点小黄鱼吃呢。就是这样。那样。他永远是他没有眼泪。对。所以我知道袁老师您为什么那么坚强，真的。我妈妈的影响很大，是为我活了一辈子。我妈妈没有说求的，她也不识字的是文化人，她讲出来非常非常有文化的这么一个母亲，真的。所以我是非常有幸的，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一个好妈妈。他们不但给我生命，他们给我坚强，给我意志。确实是那样。那袁老师，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您也知道其中的含义了哈。那在您的这个从艺的生涯当中，对您的这个非议围攻始终是不断，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对。您为什么还能这样坚持下来？我一个相信自己一条。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为个人考虑的。没有考虑个人，我所做的事情，你。即使有些人不理解，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理解的。我怕什么呢？我想真理总不只有在这些话语方面嘛。
重还是在我们这方面。我深信不疑，这点我深信不疑的。今天您再回头看这个走过的路，您是不是忽然有了一种更加豁达的这种？那当然，有好多事情不在话下了。其实有好多事情，如果环境好一些，我好多事情都可以做成功。正因为那样的环境，你要去做一点都非常非常困难。我再好的年龄，再好的，这都路上都不让我过问。所以那样下来，我感觉到也是一种遗憾啊。我觉得很大遗憾。但是有一点，从我本身来谈，我没有浪费时间。我是非常珍惜生命跟时间的。但人家强加给我，那不是我之过。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要珍惜自己，要尊重自己，把自己真正特出那个细致的完全，应当成为艺术家他所需要的文化，他需要的业务，很好的提高，很好在舞台上塑造形象，去启发观众。您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么生动的一课，我相信不管是什么年代，不管是什么时代，您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我相信您的这个人格魅力，还有您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拥抱您一下。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东方戏剧大舞台。那最后呢，我想有一样东西最能够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心意了这是我们集体送给您的，您看一下。不敢希望您能够喜欢。这是一盆真柏是吗？很漂亮，很茂盛啊！真的希望我们的袁老师敬爱的袁雪芬老师松柏常青，健康长寿。谢谢，祝福您，袁老师。谢谢。